今天过来这个黄山旅游啊，那个钱用的有点冤，就是你到黄山这里，那个门口到那个索道那里收了大巴收20块钱来回，到索道啊来回，然后门票进来480，480，那个缆车坐到山顶，还不是山顶嘛，反正坐到上去480，然后下来又收了你90块钱，那开车还要那些不知道什么人来过收的，收50块钱停车费。你们过来，你觉得冤不冤？我就觉得有点这样收费好像不大合理吧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吧？风景还是很好的，但是有点乱收费啊，那些这样收钱，那样又收钱。你既然收了人家让你上去480，你下来那90块钱，你是不是有点多余啊？安徽呢個安徽茶壺啊，嚟咗一望無際嘅，個湖嚟啫嘛，個湖水啊，水夠你啊！深唔深啊？犀利啊！安徽啊，安徽嚟啦！安徽啊，安徽魚係噃，有海㗎嘛？茶壺啊，佢就喺度。到了11月份最冷，1月份、2月份最冷，那是刺骨了。现在舒服得很，现在热的。长江啊！哇，厉害啊！长江啊！
啲北調啊，犀利啊！啊，你睇下，丹江口水吧。傻唔傻啊？傻佬啊嗱！傻佬嚟到呢個陝西省天竺山喺度，嘿，嚟廁所啫，廁所啊，廁所啊，陝西省啊，天竺山啊，阿唐僧啊嚟呢度取經，行到呢度天竺國。凍啊！凍啊！凍啊！閃金陵嘅第一站就係呢度啦，陝西啦嗱，天竺國啊，天竺山服務區，錢又揾唔到，戇鳩鳩啊嚟到呢度。啊！你係咪傻啊？傻唔傻啊？傻唔傻啊？啊！你係咪傻啊？啊！凍啊！天氣寒冷喺度，天氣寒冷啊！不過呢度啲服務站好公正下㗎喎。啲衛生搞到幾好啊！啊，你咪傻你咪，傻唔傻？傻唔傻？哇，好豪華喎！服務站都好靚喎！啊，啲山靚到，啲山形好靚。傻唔傻？乾淨，呢啲地方啊乾淨，空氣又好。